就是一生汉啊，头头啊！上天救爱！做福音的，莫为菩萨来出家，就为菩萨高讲此生不，你终于来总爱国杀来命去。你不上天，一点是不救！哎呀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武堂的共勉平平啊，无救上瘾啊，无救上瘾啊，救人啊！顾不得，力挺金瓶。风傲中情有人啊！看，哎呀！救人啊！差意思嘞，你忙死，我先死。多谢太公相助。嘛个太过啊，老人家，你做得做阿爸嘞，很爱朝头就好。咦，看你夜神打扮，一向是做工人。本来受用天公，罗夫确实是朝廷敏感呐。姐姐将人功夫托摕，那么你们很多。做唔得，做唔得台，神父无查的，做唔得啦。下次，那个感冒咯，那个感冒。上辈啊，迄本海量梦家戏咧，可怜做工人，礼数暗多，无面看暗从，命就顾唔得咧，还上到魔诶。可惜啊，这片无人，无办法托一碗共同本太人来起寒。唔知太人如何称呼啊？本来受兄弟，罗夫是东朝的宰相。你是东朝宰相？惭愧，惭愧。干也好啊，命也好，命只有一条，两脚存出没强用。嘿呀，救命之恩，罗夫一天派人送来原谅，大家以表寸心呐。不是宋元良啊，太爷，你那年做多一句话，比本来某个东西还较好哦。强偷其上，为官者开路百姓，多做这位好事就好。故县人官子也甚高高，民为贵，杀鸡为此地，君为强。两个道理，既然已讲得出，罗夫爱就亲力而为啊！太爷啊，我想请问，东朝有几多嘅相国啊？左右两本神将，罗夫是左神将，为东后。哎呀，世间有样东西哦，想到我读到聪明了啊！太爷，你敢去来游山玩水啊？哎，回事
老夫礼拜顺势功难，系爱推圣上奉献义财。其他人因为一生人呢？唉，家下独多风雨，长顺嘅早就唔见得，挨所有嘅教会一本放浪见走起，就连老夫最看重嘅跳，唉，人心隔肚皮，每个也罢。太人，你既係朝廷命官，哎呀，想要打探一生人，咁做得冇啊？哦，老夫那係唔啲，也做得太人坦堂。太人啊，有嘅安多玉鎮嘅相府千金，唔啲為錯何事，家本一個大五郎，兩沙夫妻大菜送無片啊，下無春土嘅吳神桑，唔啲太人有屬事冇啊？係佢命中改苦。那係亡人將佢腳出家門，又乜有苦呢？而不應該靠死來督撐阿爸。太人素愛七年，敢講唔係家父蔡朝為官，有權官咧，做唔得唐真年啊！那係無權無會，做乜嘅幹，做乜嘅死太人啊！以此看來，太人心中並無百想，方才叫唔出人咧，按硬河嘅人應該佔到廣大爭速。你啊，你做乜嘅？在行兩鋪就係太講嘅，嘅表述啊！挨個表人已講嘟嘟好。馬生，那係老嗌送佢太講，挨唔會潮水，挨唔會戰士啊！太人去到水調度，再去史太田、發太尉。不過，挨認錯啊！太人無錯，係啲硬河。真嘅，老夫認錯太過啊！太人，係捱太過，實在無下地數，佢就係你顯天顯天音無下。嘅，我樣板臣服啊！明明就係一家親，唔過啊，那係講捱係行唔勢，含流到係貪圖富貴，莫人較好。有何不妥？出術無妨啊！太人，係人嘅小命，朝頭就好。啊！臭頭，啲水調度撞喺鋪起來嘅，莫怪人嘅水性暗好。有神啦咧！喂，神家，夾試過來。秋頭啊！秋頭啊！秋頭啊！哎呀！原來你講太白。信前多年咧，秋頭，人嘅信啊，啲公眾票又冇見到人嘅形象，實在啊，會嚇死人嘛！秋頭啊！兩位係東朝嘅魏太丞相，太人啊，看來係秋頭救到你啊！係啊，何得寄來上繳？那係無責，強強挨要終身唔報咧。不知太人我如何報答啊？見物雞當時就無愛，然同佢講，人那無求偏此過啊！既然太人暗中意，何不召其來做西郎啊？啊！西郎，真是可惜，老夫啊無誤你咧。誒，人啊，家下兒同佢講嘅古語，哈超！太人你看到咧，夾神女曉事，再講。來，太人唱。人啊，你家下講嘅玉鎮古語，哈超！
神女休息，神女休息，再个讲，再个讲，再个讲。转，我已猜乃位，已经在何处？咦，家家在去门口呐。夫人爱是古夜行，公上暗房沙卡草，手指拄唔掉，暂时带到前面嘅草料。原来如此，家家带路晓得。小姐，夫人来看你嘞，心改。经济呀，有呀呐，再次来吐讲因呐。相惜是相依，人生安天莫奢望，杨花飘飘富贵福，金花顺年
转年后，梦娘生前孙乃义，江山那远那是送凉啊风啊。这事要变到暗处。娘亲，你放心，我过得挺好。小姐，小姐啊，管小失了乱发堂。小姐，妇女嘅话也有道理。你做得先专家，好好调养身体，再才爱家，讲伊个噼噼啪啪嘅拉嘢，不忘家才享福。啊，仙盖，你有因财神呢？是怎嘢咧？一次，我呀，更加要将你转去为伊调养。娘亲，你참事还唔会做爱家？唔会，你别去存心，会疼爱家。娘亲，你嘅心意冇嘢两数咧，天下忙嘅世界。但是，以后你呀，亲身来讲，你呀也强调慢咧。娘亲，你误会咧，我带菜了会，那夫妻冇相干，好靠我人对爱亲好。你呀，唔好讲花片啊！伊个千金小姐，让我习惯唔家嘅生活。你呀，要委屈，唔好控制性感动，为了阿美讲啊！来弟嘞，你说没？你妹就烦恼你多加照顾。你安心啊，我将小姐啊当做自家嘅亲人去照顾。有了了。为何不见王尊？董主啊，你是保太皇落太医，国中啊有人变帅，佢啊去救你，多两下马上来。夫人啊，夫人！哎呀，态势不好嘞！若呀，死神的礼佛，鬼神姥姥恢复来报。兄呀，出宫之时，你都狂风炮雨，本太岁大奏，下落毁灭。你干嘛的？哦，若呀变作三世唔敌。娘亲，夫人。你先回去，要好好补充身体。你看落去。没事，担心啊，没事没事，先坐等。没事没事哦，没事担心。说咩啊？用怎样办呢？动精神嘞，风采啊，老夫人来看肉针，如果啊，为父兄呀出事诶。这件事情唔是担心。风流万转迎风颠，夜走法令嘅视线，光里流松不觉灰，天上白沙看不见，看不见。
强。去年我呀做生意，闹出叫太风波，今年夫人识数来，识数。抢！平平顺顺菜条好，河里有多多，欢欢喜喜上呀两公婆来，两公婆。天台嘅消息，天台嘅消息啦！天台嘅消息，危險啊！阿孫哥，乜嘅消息，家家講嚟聽啊！而家好消息，還有個壞消息咯。哦，好像你大鉗條賣狗肉強用，本人戇戇上哦。好啦，我大拍朗而講啊，好消息就係奉尊不雅，國中進士咧。啊！我也中了進士，哎呀，冇想到依家大五郎也做得變進士啊喲！冇錯，而愛就有冇水，退休之前來個太太嘅進士咯。哦，四歲可出太冇害咧，挨夾夾本小子弟。我哎呀，古呀國中進士，名上就送廣東咧，小子娘非唔啲，我再講啊。古呀，係小子搞出嚟嘅咯，記唔記得？講得有理。古也厲害，我家小子更加厲害。你當然嘅咯，佢係我家小子聰明能力啊！古狀元講嘅，佢萬鐵標火路邊，配就配逢咧，小子讀咗嘅咩書啦？半古也一般，就做得國中嘅嘛。哦，冇錯啦。佢快小事呢？古也打唔見聽咧。吓？唔見睇咧？難道係半分歲招駙馬撩多強壯啊？你講你老故事咧，假使係做駙馬，上也踩草叢，自然就會低呀。有樣哦。啱冇嘅。俺條條老人講我，聽講啊，金榜公司答出了後，古也就啲臉上唔見睇咯。吓？你娘會按清楚啊？